今次讀經內容為馬太福音第1章。一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。二亞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兄弟。三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，法勒斯生希斯倫，希斯倫生亞蘭。四亞蘭生亞米拿達，亞米拿達生拿順，拿順生撒門。五撒門從拉合氏生波亞斯，波亞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，俄備得生耶西，六耶西生大衛王。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，七所羅門生羅波安，羅波安生亞比雅，亞比雅生亞撒，八亞撒生約沙法，約沙法生約蘭，約蘭生烏西雅，九烏西雅生約坦，約坦生亞哈斯，亞哈斯生希西家，十希西家生馬拿西，馬拿西生亞門，亞門生約西亞。11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，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兄弟。12遷到巴比倫之後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，撒拉鐵生所羅巴伯，13所羅巴伯生亞比玉，亞比玉生以利亞敬，以利亞敬生亞所，14亞所生撒督，撒督生亞金，亞金生以律，15以律生以利亞撒，以利亞撒生馬但，馬但生雅各，16雅各生約瑟，就是瑪利亞的丈夫。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。17這樣，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14代，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14代，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18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，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，還沒有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19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當眾羞辱他，想要暗地裏把他休了。20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，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，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21他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22這整件事的發生，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。23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，上帝與我們同在。24約瑟醒來，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過來。25但是沒有和他同房，直到他生了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